在台南市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，各位就是这个台南市治安的一个尖峰一线力量。很感谢各位的付出宝贵的时间。那今天的这2篇的课程非常丰富。中华国毕业越南的全民防卫论胜，台南市警察局召集宴会，开训典礼由市长王伟提主持。市长在开训典礼的时候提到，全民防诈识诈是当前国家的重要政策。诈骗案件层出不穷，而且防不胜防。宴会课程有民防人员权利义务、防空骗人疏散、警察勤务介绍、自救甲呼救、假资讯辨别、协助防盗工作、无人机探索、协助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事务甲法规等8种基本概念以及实作，要互越南了解民防以及警察的基础任务。这2天我学到就是关于交通安全的宣导，还有反诈骗以及 CPR， 其中反诈骗就蛮有印象深刻的。透过这一次的课程，我会从中学习到诈骗的知识，将它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了解反诈骗的重要性。113年度，台南市体大约毕业越南治安维护组大约2800名，透过专业的基础训练，希望有效提升体大约毕业越南自救、救人能力以及协助社会治安维护技能。同时，也鼓励越南会当加入警察民防团队，替公共安全贡献力量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